鸿海创办人郭台铭今日正式宣布参选总统。伊讲伊的目的是要整合在野的力量，因为郭台铭无政党推荐，所以讲伫咧今年11月初2进前，要有我29万人连署天意，伊才会当登记参选。面对这愈来愈竞争的局势，国民党的总统参选人侯友宜讲，伊无要评论郭台铭的言论。也若是民众党是强调讲，郭文哲是在野上用的参选人，会摒势来整合。我决定以总统参选人的身份投入2024总统大选。选伫总统府对面的中央法基金会，郭台铭日内正式宣布参选2024总统。佮表示会展开连署，伊除了化下退入民进党，也表示要代表主流民意整合南北两党，甚至表态若当选，中共替鸿海施压，愿意牺牲个人的财产来换台海和平。中共政权要说你不听我的话，我把你鸿海财产没收，我会说 yes, please do it。如果我牺牲我个人的财产，他不要来打台湾，我愿意重新做我的模具工人。另外，副手郭台铭心里已经有人选，会找时间清议。原来整合无完成，佮出现分裂，婚姻院长张立宪开第一枪，批郭台铭无诚信，是团结抗澎。国民党也对党内同志发声，若公开助选涉危机问题，会严肃处理。我们感到非常遗憾，心痛手快的事情都不要做，我们团结坚定支持侯友宜。郭台铭台北宣布参选，国民党侯友宜是伫中华乡田满满，面对泛蓝整合实力，侯友宜强调会勇敢向前，民众党是讲会尽力整合。对公投的一些言论，我不予置评哈，我们都尊重。我参选总统的态度从未改变过。柯文哲主席这边，他依旧还是目前民调最高、最具实力的在野参选人，所以我们还是持续努力，尽力的整合。郭台铭宣布参选，以选罢法，毋是经过政党推荐，法定连署底限是最近一摆立法委员选举人数总数1.5%。2020年立委选举有1931万1105选举人数，合计连署数至少爱达到28万9667份才会当登记。记者综合报道。